我係藝谷 Art Valley 嘅 Project Manager，我係 Keith。Hello， 我係 T 雅，我係香港粵劇漢服文化工作室嘅創辦人。我係上宮漢服體驗館嘅負責人，我係黎英。大家好，我哋係日月餅乾雙子工作室嘅負責人，我係餅乾，我係日月，我係漢服香港嘅理事長榴蓮。亦都係今次芳華御錦香港華服文化展2025暨第一屆香港漢服小姐選舉監製。我今次係呢次比賽嘅培訓老師，主要培訓佢哋漢服嘅形體動作啊、儀態啊咁樣。咁我哋咧喺今次嘅漢服小姐選舉裏邊咧，我哋咧就會負責各位嘅化妝造型嘅顧問。今次係負責呢個華服展同埋漢服小姐選舉嘅服裝顧問。我係今次華服展同埋漢服小姐選舉嘅活動顧問。5月30至6月2日，芳華御錦香港華服文化展2025暨第一屆香港漢服小姐選舉亞洲國際博覽館，敬請期待。Art Valley